没想到这儿还挺大的。不知圣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君殿下居然来找我了。君殿下有礼。哦，此乃舍妹。她是凤舞？不，这是我六妹，叫凤流。啊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凤舞长歪了呢，不是她就好。他们怎么会到凤宅来？难不成他们知道了凤小舞就是我？君殿下里面请。此地不宜久留。殿下，谢谢君殿下。男女授受不亲。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公子说笑了，像奴婢这种身份卑微的丫鬟，您怎么可能会见过呢？不过是长相平凡吧。哦，小女子久居深闺，不便见外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好啦，别拜来拜去的了，这样低三下四，让人看着生厌。有人吗？哎呦，凤舞？你们一定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吧？你们也一定很好奇，我为什么要装成那个样子吧？啊？我可以解释的。你倒是说说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母女无依无靠，凤家人不给我们吃，也不给我们穿，
我们穷困潦倒，无以为生。果真？哎呦，果真没错呀。多亏八师傅医术精湛，教我医术糊口。哎呀，这小五啊，真是可怜呐，可怜。原来如此。要不是我装作木讷懵懂的样子，还不知道孟家人要怎么对我。别哭了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好了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行了。你们来这干什么呀？我们知道你在这儿，特意接你回去的。啊？接我回去？对。今天我们决定住在凤家，怎么样？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小姐说，我们这宅子真的有点小，君殿下，您可以看过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留宿。哥，什么情况？君殿下怎么又回来了？君殿下要住在咱们家，快去准备准备，千万照顾好了。君殿下，风少阁主，玄逸公子，老宅太简陋了，实在是招待不周啊，还望见谅。地处东南角，往来皆居民，若遇险情，呼声可唤来巡逻官兵，尚可。哎，是。这儿气流挺稳的，通风，还不错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。君殿下能和您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希望您能多住几日。我，走了。这就是你们凤家的待客之道。秋林，你们是故意的。这老宅偏房客房一大堆，你怎么就选了这么一间给君殿下？你们这样让我们凤家的面子往哪搁呀？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呀。这老宅多年没人住，3年前小姐和夫人来的时候，比这还要破呢。再说了，这每个月送来的伙食费，连吃顿饭都困难，更别说添上物件修缮宅子了。这凤家好歹是100年修行世家，这大家族怎么会苛待族人呢？小姐十分感谢凤家给的每一口吃食，就算自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无所谓。每次有族人来了，我们都以礼相待，就是不知道这凤家有没有把我们当自己人啊？凤家当然是把你们当自己人了。哦，这次爹爹也派我前来，是专门给你们送银钱的。哎，我本来想亲自交给婶婶，可是最近实在是忙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就知道凤老爷最是公正，不会弃我家小姐和夫人于不顾的。这以前嘛，一定是下人疏忽忘记了。对，就是你说的这样。那就好。要是再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小姐便去原都找风少阁主鸣冤坐镇，好好教训这帮人才是。啊？我？最是听闻风少阁主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。那是，尽管来找我，这有什么的？我们野外都住过，只要没有老鼠，我最怕老鼠了。无妨，就住这儿吧。
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凤舞怪怪的？此话怎讲？总感觉他对我们掩盖了什么。毕竟这么多年没见，也不知道他的为人。今天忙了一天，饿了吧？我今天亲自下厨，要不试试？好啊。宫爆虾球、蚂蚁上树、水煮牛肉、虎皮青椒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这还多亏了君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堂哥可是给了我好大一笔家用。粗茶淡饭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吃。好香啊！秋莲好好吃哦。君老大，我知道你在军武神殿锦衣玉食惯了，但我们没什么奢求。毕竟从冰封森林一路过来，我真饿了。怎样？味道如何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一点也不好吃。秋莲好好吃哦。君殿下，你要不也来点儿？你快别说了，也就我跟玄小二能吃你做的粗食。你让他吃，就是对他的亵渎。帮我穿上。转过来一下。头发。哦。也就那样吧。美食转移注意力，计划通。凤舞妹妹，你做的菜真的是太好吃了，我真想天天吃，每天吃，吃一辈子我都愿意吃。君老大，要不然我们在边境这段日子就都住这儿吧？凤舞妹妹应该不介意吧？谁说我不介意？我介意大了。哎，而且我觉得那个风小舞跟凤舞说话方式还蛮像的，说不定就是边境的人。咱们找人也得有个落脚地不是？风小舞，风小舞谁啊？就是一小骗子，
偷了我们东西，我们正找他呢。这边境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你们这海底捞针的也怪难找的。再说了，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这里的人啊？万一是个外地人呢，是吧？钟老大，你觉得呢？也好，住下吧。唉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别人说几句好话，心就软啦。小姐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捉那几只老鼠费了多大的劲。不过吧，我觉得君殿下对你真是上心啊。我实在是下不去手。唉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仙灵果也在咱们手里，就让他们暂住一晚也没什么。不过我还是要把他们赶走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像我这样有恩必回、有仇必报的人，岂会被他们几个所困着？哼！君殿下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，不过能不能麻烦你们找别的地方去住啊？为何？因为毕竟我们有过婚约，虽然现在不作数了，还是尽量不要接触的好。毕竟你是高高在上的君殿下，而我只是……你说是就说是，你打人干嘛？抱歉，一时失手。不会撩妹就别强行撩，话本子可不是这么演的。总之，为了不给两个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，还是请君殿下找别处去住吧。风小舞，你真的不认识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我怎么可能认识呢？边境城那么大，我也不能个个都认识。我觉得你跟那个丑丫头还挺像的。你这是变相的在说我长得还挺丑了。总之，现在我们不会走，我们需要你。为什么是我啊？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向导。啊，君殿下，君殿下，毕城主来了，哥哥请您过去呢。君殿下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城中有人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去过一个炼药师的住处。炼药师？巴老头？没错，君殿下果然料事如神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看样子昨天我们还是大意了，竟然就这么被糊弄了过去。行了，毕城主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查，如果有需要我们再联络你。哎，好。对了，君殿下应该还要在边境多住一段时间吧？属下已经命人整理好了院子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要不就搬过去住？不必了。君殿下，我们突然……收拾一下，即刻出发。恭送殿下。啊！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君老大，也没人啊。之前才有人在这里炼药，那一定是那丫头连药带人顺走了，我们去追她。不用了，不是风小舞，
你怎么知道啊？此人灵力深厚，且这屋内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我们在来的路上也未见异样。这说明什么？出来吧。君临渊，你还不算太笨。哎呦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哎，救命啊！你没事吧？丫头，玉明夜，怎么又是你？一天到晚阴魂不散，就知道搅局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你们总是以多欺少，真没意思。这香味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再不放人，我要动手了。别追了。调查仙灵果的下落要紧。老人家，就是他。好，哎呦，这我可得仔细看一看呐。哎呀，老人家，你对此人是否有印象？哎呀，我是见过呢，还是没见过呢？见过还是没见过？我们可是有人证的。啊？还请您说清楚。哦，那就见过吧。那就请您细细道来。哎呀，要说见过，那我就得仔细看看，这千万别出什么差错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风小五啊，可真是个可怜人呐。他偷了我们东西，怎么反倒可怜起他来了？哎呀，这故事可就精彩了啊！请容我细细道来。这个风小五呢，他有个哥哥，叫武松。哎，等会儿，风小五的哥哥为什么姓武呢？风小五的哥哥他姓武，就是这么巧。这武松呢，他是这么回事啊。他原来啊，他是这样的。我明白了啊，那个什么梁山大王绑走了风小五，拿走了仙灵果。啊？不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这样的。刚才那个暗夜幽庭的少主，那个宋江就是他的手下。他们呢，估计这会儿啊，这人和这药啊，都到他手上去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走吧。啊，郡老大，你不再问问了？不必了。怎么了？九转回灵丹呢？你放心吧，我都把药藏好了。风武，干嘛呢？走了。来了。可真有你，亏我没白跟你讲话本子。那是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你这次可招了些不好惹的灵士来啊，你可要想好怎么善后啊。想不了那么远了，先恢复修为再说。我先走了啊。来啦！
崔老大，你为什么不再问问啊？哎，君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这个人怎么动不动就捂胸口？看起来身体不太好。这是男版林黛玉啊！凤舞，你这针灸到底行不行啊？别把君老大给扎坏了。你放心，小姐这医术是出了名的，已经帮不少人打通了经脉，而且还有辅助修行的功效。这么神奇啊？哎，凤舞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捣药用的石杵，我在这边找到的，还挺好用的。哎，你们君老大体内有一股奇怪的暗流涌动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难道是绝情蛊？绝情蛊？就你小时候骗他吃下的那个，多少年了，一直藏在他体内呢。这可不是我干的事儿啊！啊，记得。听说这绝情蛊只要一发作，君老大便会心绞男人，口是心非，说反话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难怪老觉得这个人怪怪。若是说反话，那么那个时候的意思是……开什么玩笑？要杀要剐，随便你。他不是你们的同伴，同什么伴？只不过是路人，与我无关。凤舞，你这针灸这么神奇，帮我也扎扎呗。针灸哪是能乱扎的，得对症下药。你就帮我看看嘛。你呀，就是话太多，体内气乏，自己控制控制就好。啊？这就完了？那君老大呢？他呀，肾虚，多喝点水就好。君老大，他说你肾不好。这君临渊，小小年纪，身体就被掏空了。这绝情蛊害人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有我凤舞牌自制地黄丸，他好，大家好。他在我额头上敲的3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就你家这破房子，要进来还不容易。还好，看来他没认出我来。你是谁？你要是不滚的话，我可就叫人啦。我问你，君临渊是不是找到了风小舞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不就是一个偷了仙灵果的丑丫头吗？值得你们念念不忘？不许你这么说她。她的香味和小仙女很像。小仙女长得比你好看，还温柔善良，见义勇为，古道热肠。你这个被君临渊抛弃的姑娘，没资格这么说的。话说，你身上的气息跟小仙女还挺像的。
如果蒙上脸，连我都会认错。不过他可是身处险境，还有情有义救过我。等我把他带到你面前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和他是天壤之别。天哪，这玉明叶的脑袋该不会在冰封森林里被我给坑坏了吧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听说君临园好像抓到风小舞了，而且还在逼问他仙灵果的下落在哪里。你要是想去救他的话，你就跟着君临园啊，他总归会回到看守的地方吧。总算是走了。君临园啊，君临园，碰上就没什么好事。好你个君临园，这都4更天了，还来不来？果然，长得帅的男人都靠不住。我要是再相信他的话，我就是猪。君老大，你的热茶。谁呀？哟，是你啊！风少阁主早。哎，君殿下醒了吗？在里面打坐呢。有事儿啊？啊，我在城里转了转，买了些仙草丹药什么的，想着送来给君殿下和你们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哎，君殿下，君殿下，这小地方要什么什么没有，我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些的，还望君殿下不要嫌弃。何物？这个是灵芝，这个是路边，还有这个，你看看，可补了。你也觉得我肾不好？什么肾不好？出去！君殿下，人家是为了给你补充灵力的。我让你出去！郑老大，与其在这儿拿我取乐，倒不如好好想想，自从我们快踏入这边境开始，便一直有暗夜幽庭的人跟着，到底是何缘故？郑老大，你是怀疑我们的行踪被人泄露了？不止，我们周围一定还有暗夜幽庭的人。那会是谁呢？碧城主，还是凤家的人？凤毅然，凤流，总不可能是凤舞吧？他现在是最可疑的人。怎么会呢？他长得那么好看，还会
做饭还挺好吃的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总之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查清楚现在的凤舞和暗夜幽庭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凤舞，风小舞，你又要带我去哪里啊？风小舞，嗯，寻找风小舞的线索。哎，那个巴老头不是都说过了吗？风小舞被那个什么玉明叶，还有梁山108好汉。巴老头好像是提过什么梁山好汉，但从来没有提过数字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这不是记岔了吗？我记得好像哪个画本子里说过。吓死我了，差点就露馅儿。昨晚没睡好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不是说半夜3更约我在外面见面吗？我什么时候约你半夜3更出来？算了，是我会错意。你要干嘛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少动些歪脑筋，省得晚上睡不着觉。对了，风寻还有玄逸呢？他们2个有其他的任务。哦。哎，你也喜欢武小姐？不过我看你啊，没戏。我没戏？她人美心善，在边境城可有不少爱慕她的小伙子呢。要不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你买我点东西就成。找人就找人，硬来我来吃什么饭？对了，君殿下，这人海茫茫的，咱们这么找也不是个办法。你不是拜托毕城主帮你查找吗？咱们去问问他。他要是也找不到的话，咱们这样也只不过是浪费时间。这鱼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好吃，谢谢君殿下。若跟你烤的相比呢？那当然是。风雪，我帮你烤鱼吧，我烤鱼可好了。当然是这里的好吃了，我根本不会做什么烤鱼。那不知道暗夜幽庭烤不烤鱼啊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他们估计只会做土埋的叫花鸡什么的。哎，对了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风寻跟玄逸被我派出去找人了，一会儿我们在毕城主那儿集合，回来估计很晚。哦，好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让我帮她熬贴药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头疼，然后还难受。我想着，要不我先回去，殿下您自个儿慢慢找。你不是去毕城主家了吗？跟了我这么久，好不容易见着，这么着急就要走？3个对付1个，不太光明磊落吧？暗夜幽庭，什么时候开始讲光明磊落？
好你个凤舞，偷偷跟君殿下相约，这么有心计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几次三番耍这些手段，难道就不觉得羞耻吗？我看你这张脸委实不爽。如果没了他，君殿下一定看都不会再看你一眼，你也就干不出败坏凤家名声的事了。光天化日的，你也太嚣张了吧！我最讨厌你这种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稳操胜券的态度。我要毁了你这张脸，毁掉这双眼睛！住手！你不要胡来！你要是再胡来的话，我就叫人了。你一个丫鬟，也敢来威胁我？我动不了凤舞，动你总可以了吧？君殿下还真是喜欢以多欺少啊！上次是这样，这次还是这样，真是好不害臊。对付你这种人，用不着讲规矩。哼，少来假惺惺。你不是想单挑吗？现在给你机会。不过若是我赢了，你便得乖乖交代清楚，在我身边安排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啊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你夺夺别人在先的。君凌渊，打架还分心，谁瞧不起谁啊？再不认真对战，小心送命！你不是自恃貌美、伶牙俐齿吗？我今天就把你的脸划划，看你拿什么勾引君殿下！住手！六姑娘，你太放肆了！夫人，放肆的可是您的女儿，她一个没有修为的人，还敢处处欺瞒我和哥哥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凤舞妹妹，你没事吧？风依然，你就别冒出什么大尾巴狼了。要是真想当好人，赶紧带着你的白氏妹妹从这里滚出去！你说什么？算了算了，走开！
你不是喜欢捣鼓草药吗？我把你的东西都烧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装样子！不要！让你勾引君殿下！你凤舞！老大，哼，就你这样根本不配跟我过招，没意思，撤了。算了，前院好像出事了，去看看。凤舞，娘，疼不疼？凤舞，凤舞，凤舞，凤鸣剑，你说什么？凤鸣剑出关认主了，居然选择了他！我不答应！哎，风流，小姐，凤舞和夫人都已经受伤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们两个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人，不觉得羞耻吗？
君殿下，君殿下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也知道妹妹做的太过，我刚想过去劝解。你给我记住，如果说强者可以命弱者做任何事情，那么在这里，唯一可以决定你们生死的就只有我。我怎么能因为怀疑你，就让你陷入如此险境？就算失了凤凰真心，你也不应该就这样任人宰割。这么下去，只会令旁人更看不起你。今日凤鸣剑选择了你，既然看不惯这世间的规则，那就努力做个强者吧。你到底是不是？小姐，你可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啊！玉明叶的东西，凤凰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？小姐，你醒了，手还疼不疼？娘亲呢？夫人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刚回去休息。夫人已经上了药，刚刚好，你也得多休息才是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左神女，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，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哪里谈得上我原谅不原谅？我明白，你对圣子痴心一片，难免急躁了些。心里有数就好，无需如此。但你此次对嫡亲堂姐下如此狠手，未免也太过分了些。是，我一定吸取教训，以后对左神女言听计从，再也不敢逾越一步。我这次来，看着凤舞似乎和小时候挺不一样的。
好久不见，也不知道他在边境究竟过的什么日子。娘，疼不疼啊？都是凤舞不好，娘总是教导凤舞说，行事不要莽撞，可是凤舞总是不听，以为自己能够解决，这才害了娘亲。没关系的，凤舞，娘没事，倒是你要去好好感谢一下郡殿下。居陵园，我才不要！要不是因为他，风流才不会来找我的麻烦。凤舞，娘跟你讲，能恢复修为是好事，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但你切记不要被仇恨所牵绊。那凤鸣剑是你爹爹的旧物，我也是时隔多年才再次见到它。既然选择了你，也是一番机缘，你要好好保护好它。郡殿下，今天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凤舞妹妹，就算现在再怎么落魄，也不能这么欺负吧？未免也太过分了，一定得罚。郡老大，要不把他俩丢到野外妖兽堆里，这样还能长修为呢。风少阁主，此言不妥。这两人虽然有错，但灵力尚且不足，要是遇见高阶妖兽，又如何自保？凤家好歹也是元都的望族，不宜苛责太过。果然是女儿家，这心啊也忒软了。圣君虽鼓励修行，却也提倡众生平等。你们仗着灵氏的身份当众欺压毫无修为之人，还打着圣君的名义满口胡言。郡殿下，你这次就饶了我们兄妹二人吧，我们一定谨记在心，保证不会再犯了啊！是啊，郡殿下，您就看在我们凤家这么多年兢兢业业，为军武一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，可以从轻发落。谢谢郡殿下。起来吧。说的好像我们欺负你们似的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但不可不罚。此次只是降你们的灵力，以示警戒。希望你们以后知错能改，不要再仰仗着自己有几分修为就欺压旁人。风流，你戾气太重，引雷诀会让你每当口出恶言之时，天降惊雷。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，心怀善念。郡殿下，那我们就先下去了。走。小姐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大公子和六小姐这么狼狈吃瘪呢。活该，他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快进来吧，君老大，早知道你们在偷听了。
凤舞啊，我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呢。要不是这次我除完百毒兽回到边境，想着来找君殿下略尽绵力，也不会这么巧碰上你遇到危险。真是谢谢你啊！真不愧是碧落宫的大师姐，人美心善。我刚想起来，碧落宫有专门的丹药，对灼伤有奇效，我去取过来给夫人送过去吧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门外的？你在门外幸灾乐祸的都笑出了声，你以为捂住嘴我们就听不到了吗？你算了，看在你为我出头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这个冰块脸计较。冰块脸，你看我，要不是我长得奇丑无比，没有什么想嫁人的欲望，要不然我肯定选的是你啊，也不会选择君临院那个冰块脸，选你那个死。冰块脸，这个词在你们边境很流行吗？可不是嘛，我们边境人都这么说，是吧，乔玲？对了，我娘说了，让我来谢谢你们，你们就赏个脸呗。小姐，你干嘛？今天我就要试试我的灵力，看好了啊！怎么样，着了没？没有。太强了！这凤鸣剑不是能御火吗？怎么现在一点用都没有啊？这什么呀？小姐说这叫凤茶。凤茶？这也太好喝了吧！秋玲，还有别的吗？哎，凤舞呢？我可以帮她做的。小姐去给左神女送茶了，她说你们要是想喝的话，下次再给你们做啊。好啊，好啊。除了这个，凤舞还会做别的。我喝过小姐做的脏脏茶、珍珠奶茶，还有蜂蜜柚子茶，每一样都是人间美味呢。看样子凤舞确实藏得挺深的。君殿下，那我先不打扰你们办正事了，我先告退了。怎么了，君老大？是元都有新情况了？没事，因为方老临终的出现，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。玄逸，多亏你了。外祖父本来就心系君武一族，
这次能帮你分忧，想必他也是很愿意的。对啊，金老大，那你还发什么愁？圣君一心期望我将仙灵果带回去，现如今只能让他失望了。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，那这一切与暗夜幽庭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